大家好啊，我係演員 Steven 何啟南。啲街坊成日話你真人冇戲裏邊咁奸喎，其實演戲都只係工作啫。返到屋企，我最想演好嘅角色就係一個為太太打算嘅丈夫。演員收入時高時低，試過轉行去賣二手車，去賣保險，但係最後發覺最中意始終都係做演員。疫情3年最難捱嘅，電視城停工，真係手停口停。嗰時我膽粗粗走去學投資，諗住渣渣咕咕幫補下家計啊！點知一入市就撞正2020年全球冧市，恒指3個月跌咗8000點。咁啲人話咩27000點係黃金底啊，我信到十足㗎，越跌就越鬧。我以為疫情過咗，個市一定會好似沙士當年咁彈翻上去啊，結果真係輸到一頸血。2024年頭恒指跌都得翻15000點，香港經濟差到連錢財爺都走出嚟話好大鑊。而喺呢一年，我同好多香港人一樣，再一次俾個市重創。有一次同個朋友出街食飯，咁食下咧，佢就問我，佢話如果想捐錢，捐去邊度好？佢話最近投資係賺咗啲錢，咁佢嗰個阿 Sir 咧就教成班師兄弟咧，佢話如果你哋賺咗錢，記得捐啲錢去幫助有需要嘅人。我心諗，大佬你咪轉咗行賣倫敦金啊，定係賣保險啊？咁呢句啊，梗係唔講出口啦。出於禮貌，咁啊，梗係讚下佢先啦，話佢點解咁叻仔嘅。佢話 AI 年代投資使乜望住個電話電腦嘅啫？可以全自動買賣噶嘛？其實我嗰陣時都係第一次聽人講話用 AI 嚟投資。佢話 KO Sir 個程式只要 set 好規則，個程式就識得24小時自己運作。就算跌市都有方法賺錢。老實講，開頭我都有啲懷疑，我驚佢俾人呃。翻去上網揾下呢個 KO Sir 同埋投創教育啊！咁你哋知道而家啲演算法係幾咁癲嘅啦？上網揾過一次，啲片就即刻彈晒出嚟。就係咁，我就遇到我投資路上最重要嘅貴人兼師傅 KO Sir。其實聽 KO Sir 分享會之前咧，我真係有啲猶豫嘅。我心諗用程式炒同我人手炒分別真係咁大？真係可以幫我由輸變贏？點知個分享會一開始，個 KO Sir 就好似知我諗乜咁。佢一句就點醒咗我。佢話投資想賺錢，最難唔係揀股，唔係幾時買幾時賣，而係你贏嗰陣時，可唔可以控制到個貪念？輸嘅時候，你捨唔捨得止蝕？程式係冷血㗎，係冇情緒㗎。你做完功課，開着個程式，唯一一樣嘢要做嘅就係瞓覺，繼續過你要過嘅生活。佢講完呢一點，我開始明白點解我個 friend 成日都咁得閒嘅。我諗下，咩程式交易又好似好複雜，好難上手喎。原來呢個先至係 KO Sir 最犀利嘅地方。跟 KO Sir 學嘢，佢唔會淨係俾咗個程式你就算，而係佢會真真正正將成個市場嘅運作邏輯拆開俾你睇。原來想喺投資市場賺錢，大部分嘅時間都唔係靠預判，而係跟隨證據。證據一出，以小博大。呢個先至係點解有啲同學做到1萬變100萬、30萬變2000萬嘅秘密。由趨勢分析、揾位入市、落盤到食糊，甚至係投資嘅心態，每一步 KO Sir 都會有極清晰嘅分析步驟，教我哋跟住去做。KO Sir 佢唔止係一個炒得叻嘅前銀行投資分析師，我最欣賞嘅係佢教書嗰團火，佢可以將一件好悶、好難明嘅知識，用最生動、最直白嘅方式講出嚟。每一次上佢堂都係一種享受，完全冇悶場。呢種老師真係好難得嘅。至於 KO Sir 嘅3大獨家程式咧，我會形容係一套武林秘笈。呢套程式嘅功能係覆蓋晒唔同嘅市況，
個市唔上唔落喺度橫行，可以用最叻喺框架入邊賺錢嘅休區方程。單邊慢升又或者慢跌嘅市況，就可以用最叻嘅逆市分段加倉，捉住技術性回調利潤嘅神馬丁。就算好似人人最驚嘅數據市，啲政要講一句説話就大上大落。KO Sir 嘅一閃可以幫我哋繼續賺錢。有咗呢套程式喺手，而家就算個市點樣波動，我個心都好定，因為我知道跟住落嚟每一步應該點做。呢種信心就係 KO Sir 俾到我最寶貴嘅嘢。諗諗下，投資同科技同成日演奸角嘅我都好似，成日俾人誤解。有人覺得自動程式交易好危險，有人覺得 AI 好複雜，但只要你肯學肯試，就會發現原來冇想象中咁難。俾人誤解唔緊要嘅，最緊要係自己親身去了解去體驗，咁就自然會揾到屬於自己嘅進步同埋滿足感。我真係好多謝 KO Sir， 好多謝投創教育為我提供咗一個學投資嘅專業平台。佢哋刷新咗我對投資嘅認知，話俾我聽，原來投資係要學，原來真係有得學。投創教育，Find your blue ocean。